开着，起来，开！爷爷来了吗？开起来，去南瓜。好，爷爷。ئاداشی Oy过来大爷。چی سنانی؟ Ne şu bavzu? Hayır, bana şu çay koy. Hop. Zor. Yeye,ken ben şu katay dolu. Şu yeye. Ha şula. Oh. Yeye çık daha şey mi? Fan yeye. Yeye放一个爷好，从海边不要去了。啊，没问题，爷爷。我一点。哎，快起来，被爷爷看到了，走。这个啥水了？哎，三哥，咋了？过来帮忙。好，来大爷。没一点，哇，也没一点，大爷啊，好吧嘞。哎，好了。爷爷走了。来，直接装到我们是老饭馆来了，来尝一尝，一点不要钱，来一个5块钱，一个5块钱，来一个5块，来免费尝一尝爷爷，一个5块，这么大的老饭馆一个5块，一个5块，尝，好呢，尝一尝一个5块。来尝一尝，不点不要钱。来5块，一个5块，来2个人，来2个人。来3块，尝一尝，不点不要钱。本地老韩国，我们是老韩国一个5块。我的帮了，我的帮了，一个5块，别弄了哎。你吃吧，爷爷，这个吃给你送。爷爷，我也没完了，我们去捉鱼去嘛。走，海鱼。来，说爷爷。姐，给我5个凉风。
I can fly high, I can go. Today I got a million, tomorrow I don't know. Decisions as I go to anywhere I flow. Sometimes I believe, at times I wish I could. Today I got a million, tomorrow I don't know. 师傅，我这个先修一下。哎，不要弄坏了这里。哎，那边人太多了，看看。姐，给我2多个。好好。过来过来过，是个杆子，是个枪子，是个芯子。哎，可以可以。你看了没有？好好好。啊，就是这样子，真的。孩子，我们走了。爷爷还在下雨呢，等一会儿再走。大家洗手。